现在已经引擎那个气门摇背、凸轮轴那些内链，然后内链导板、张紧器那些都换好了，然后现在要测试。之前那个异音嗲的声音，现在应该都没听见了。现在声音都正常了，那个金属的敲击声，那个声音现在都没听到。现在引擎声变很安静。好了，那就修好了，大概就这样吧。